親愛嘅天父，我哋以哥林多前書第15章嘅經文嚟到你嘅面前默想祈禱，求聖靈開啟我哋心靈裏面嘅眼睛，使我哋能夠明白並且能夠遵行當中嘅道理。哥林多前書第15章主要記述保羅去聽聞哥林多教會中有人話係並冇復活呢件事，人係唔會復活嘅。佢作出咗呢一篇好長嘅極為詳細嘅教導，係有關復活嘅真理嘅教導。除咗係要討論有關復活嘅必然性之外，更加係詳細咁交代咗主再來嘅情況細節。本章共分為7大段落。第一段落第1至第11節，主耶穌基督佢復活嘅事實係保羅同埋所有使徒所傳遞嘅福音，就係好消息嘅核心。本章嘅第1節，弟兄們，我要你們認清我先前傳給你們的福音，這福音你們領受了，又靠着他站立得住。第2節，你們若能夠持守我傳給你們的信息，就必因這福音得救，否則你們是徒然相信。保羅強調呢個係令人得救嘅福音，但係絕對唔可以局部相信，就係信一啲不信一啲。如果係咁做，將會係徒然嘅。本章嘅第3節，我當日所領受有傳給你們的，最重要的就是照聖經所說。呢度聖經係指到舊約聖經，係眾多嘅彌賽亞嘅預言。我哋喺閱讀舊約嘅時候係已經思考過。基督為我們的罪死了，第4節，而且埋葬了，又照聖經所說，第3天復活。呢度聖經所說係指到詩篇16篇10節，因為你必不將我的靈魂撇在陰間，也不讓你的聖者見地府，同埋其他相關嘅預言，例如約拿喺魚腹中3天所預表嘅預言。本章第5至第10節，保羅以自己同埋仍然在生嘅使徒同埋門徒所見證嘅，就係復活嘅主耶穌基督喺佢哋眼前出現過，係千真萬確嘅。本章嘅第11節，無論是我或是其他使徒，我們都如此傳，你們也都如此信了。呢個係真正嘅好消息，只要能夠正確嘅相信，就能夠得救。本章嘅第2段落第12至第19節，保羅係帶出咗一個反思，就係如果基督冇復活，會有乜嘢問題呢？本章嘅12節，既然我們傳基督是從死人中復活了，怎麼在你們中間有人說沒有死人復活的事呢？呢度係指到哥林多教會中有啲傳異端嘅假教師。佢哋雖然係冇去否認基督復活嘅事，因為當時仲有好多目擊嘅見證人，但係佢哋卻係詭詐地去否認其他人能夠復活嘅事，因為呢啲嘅事係屬於將來嘅事。保羅強烈嘅指責喺本章嘅16節，因為死人若不復活，基督也就沒有復活了。17節，基督若沒有復活，你們的信就是徒然，你們仍活在罪裏。呢啲假教師所傳嘅係令佢哋唔能夠得救嘅歪理，後果係極為嚴重。本章嘅第3段落20至到28節，基督復活喺屬靈嘅真理上嘅意義。喺本章嘅20節，其實基督已經從死人中復活，成為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。喺舊約裏面，利未記23章9至11節，以色列人嘅初熟節就係預表耶穌基督嘅復活。主耶穌復活嘅嗰天嗰個主日，按照計算，正就係當年初熟節要獻禾捆作搖祭嘅日子，表示不久嘅將來會有更大而且全面嘅收成嘅。所以主嘅復活亦都就係我哋嘅復活嘅明證。就正如我哋睇見初熟嘅果子嘅時候，知道其餘嘅果子亦都快要成熟。喺本章嘅22節，在亞當裏就係人因為犯罪，眾人都死了。就正如以弗所書2章1節所講，從前你們因着自己的過犯罪惡而死了。喺本章嘅22節
同樣在基督裏，人因為相信嘅緣故，眾人也都要復活。就係約翰福音11章25節，主耶穌都講過：復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。信我的人雖然死了，也必復活。然後本章嘅23至28節，保羅解釋咗復活嘅次序。喺本章嘅23節，但各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復活，初熟的果子是基督，然後在他來的時候，是那些屬於基督的。就係所有真正相信福音嘅人，包括咗今天嘅我哋，到時都會復活。本章嘅24節，最後終結到了，那時基督既將一切執政的、掌權的、有權能的都毀滅了，就把國交給父神。最後一切不信嘅人同埋一切屬於撒旦嘅，都將會被定罪而毀滅。本章嘅26節，他要毀滅的最後仇敵就是死亡。歷世歷代以嚟困擾人類嘅死亡問題，亦都將會完全被解決。喺本章嘅27節，因為經上說，就係詩篇8篇6節，神使萬物都伏在他的腳下。本章嘅第4段落29至34節，本章嘅29節，不然那些為死人受洗的能做什麼呢？如果死人不會復活，為什麼替他們受洗呢？喺呢度我哋不要以為替死人洗禮能夠讓佢得救，並非如此。呢度係當時嘅特別情況嘅處理，就係有人喺佢臨死之前決志信咗主耶穌，但係因為趕唔切喺病床洗禮，結果死咗。為咗堅固家屬嘅信心，喺佢死後都替佢洗禮，係一個權宜嘅做法。然後保羅強調使徒們，特別係佢自己喺復活呢件事上邊嘅見證同埋生活嘅態度，同嗰啲傳遞假道理嘅人嘅分別。保羅係願意傳遞復活嘅呢個道理，甚至係願意付上生命嘅代價，係有目共睹嘅。喺本章嘅32節，從人的觀點看來，我當日在以弗所同野獸搏鬥。保羅提及佢親身冒死嘅經歷，可能係使徒行傳19章23至32節喺以弗所暴動嘅嗰一次經歷。對我有什麼益處呢？如果死人沒有復活，讓我們吃吃喝喝吧，因為明天要死了。佢正係喺度嘲諷嗰啲傳遞假道理嘅教師，佢哋就係吃吃喝喝嘅生活態度。保羅進一步指出，本章嘅33節，不要被欺騙了，濫交朋友，敗壞品德。呢度係指出嗰啲欺騙佢哋嘅假教師係壞朋友。本章嘅34節，你們要醒悟為善，不再犯罪。保羅更加強調，跟隨咗呢啲假教師就係喺度犯罪。係犯咗乜嘢罪呢？因為有人不認識神，我說這話是要使你們羞愧。原來就係犯咗令更多嘅人不認識神嘅罪。本章嘅第5段落35至50節係指出復活嘅細節，復活身體嘅變化嘅情況係點樣嘅。喺本章嘅35節，但是有人會問，死人怎樣復活呢？他們帶着什麼身體來呢？保羅係以種植植物作為例子去解釋。喺本章嘅37節，並且你所種的不是那將來要有的形體，無論是麥子或別樣穀物，都不過是籽粒。植物最初嘅時候係一粒嘅種子，但係死後就發生咗變化。本章嘅38節，但神隨自己的意思給他一個形體。當佢生長起嚟嘅時候，植物不再係一粒種子，而就係變成咗一棵大樹，係另一個形體。本章嘅38節，並叫各樣籽粒各有自己的形體。保羅繼續講，喺本章嘅42節，死人復活也是這樣。所種的是會朽壞的，復活的是不朽壞的。呢度係指出今天會朽壞嘅形體，將來會變成咗一個新嘅形體，係不會朽壞的。保羅繼續解釋本章嘅47節，第一個人是出於地，是屬於塵土，就係亞當；第二個人是出於天，就係主耶穌基督。
如果我哋要掌握到時嘅情況係點樣，第48節，那屬塵土的怎樣，凡屬塵土的也都怎樣，就係我哋今天嘅情況。屬天的怎樣，凡屬天的也都怎樣，就係主耶穌復活之後嘅情況。我哋只需要看主耶穌基督佢復活嘅時候嘅狀態係點樣，就可以稍為了解。呢個亦都係主耶穌佢作為初熟果子嘅原因。本章嘅第50節，弟兄們，我要告訴你們的是，血肉之軀不能承受神的國，必朽壞的也不能承受不朽壞的。保羅再加強調，如果人係唔復活，佢就冇資格進入天國。本章嘅第6段落51至54節，復活當天嘅過程同埋結果係點樣？本章嘅51節，我如今把一件奧秘的事告訴你們，我們不是都要睡覺，意思就係死亡，而是都要改變。52節，就在一剎那霎眼之間，號筒末次吹響的時候，因號筒要吹響，死人要復活，成為不朽壞的，我們，意思係未死嘅人也要改變。呢度係對應着帖撒羅尼迦前書4章17節，主再來嘅時候，有啲信徒將會復活，或者係活着嘅信徒將會改變，因而被提嘅真理。喺本章嘅54節，當這會朽壞的變成不朽壞的，這會死的變成不會死的，那時經上所記，死亡已被勝利吞滅的話就應驗了，就係應驗咗以賽亞書25章8節，他已吞滅死亡，直到永遠。主耶和華必擦乾各人臉上的眼淚，在全地除去他百姓的羞辱，這是耶和華說的。呢度我哋要停下來想一想，點解保羅佢要咁緊張，長篇大論咁去解說復活嘅真理呢？如果信徒相信咗主耶穌，但係唔去相信復活，又或者半信半疑，會有乜嘢問題呢？呢度分為兩方面，首先係個人方面，喺希伯來書11章1節嗰度話，信就是對所盼望之事有把握，對未見之事有確據。嘗試想想，如果一個人佢聽過主耶穌，並冇相信佢，呢個人能夠得救嗎？當然不能。再想想，如果嗰個生來瘸腿嘅人聽咗彼得嘅說話，但係並唔相信佢，佢能夠被醫治嗎？當然不能。同樣道理，不相信復活嘅人，佢基本上係冇復活嘅信心，到時佢亦都能夠復活嗎？係一個疑問，因為只相信部分嘅福音，並唔係真嘅福音。另一方面係對福音嘅傳遞嘅問題，當呢啲假師傅佢哋修改咗福音，將福音嘅最重要元素抽走咗，呢個福音就漸漸變形，變成咗異端嘅教訓，再傳遞落去就不再係純正嘅福音啦。咁樣亦都就係為什麼我哋要勤讀聖經，完整整全咁去了解福音，並且加以傳遞，係極為重要嘅。最後本章嘅第7段落55至58節，保羅有感而發，佢向死亡同埋罪惡誇耀勝利。喺本章嘅55節，死亡啊，你得勝的權勢在哪裏？死亡啊，你的毒刺就係罪惡，在哪裏？並且本章嘅57節，感謝神，他使我們藉着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得勝。保羅帶出咗我哋嘅盼望，我哋一生跟從主耶穌基督，最終係必然得勝嘅。保羅因此而勉勵我哋，本章嘅58節，所以我親愛的弟兄們，你們務要堅固，不可動搖，常常竭力多做主工，因為你們知道，你們在主裏的勞苦不是徒然的。因為復活既然係真實嘅，必然會發生。今天喺世上嘅日子，我哋就不要虛度光陰，要積極咁生活，竭力嘅多作主工。默想祈禱，奉我哋嘅救主耶穌基督得勝嘅名字而求，阿門。